好，各位觀眾，而家嘅 YouTube 生態仲係咪你拍幾多就出幾多嘅時代？如果有一部機器可以24小時唔使瞓，自動幫你揾片材、寫稿、生成畫面，甚至配埋音同出片，你覺得係天方夜譚定係已經發生緊？我今日就要同大家拆解點樣用幾個開放源碼嘅工具砌出一部屬於你嘅全自動影片生產線。呢條生產線嘅核心，我哋可以叫做 AI 導演。佢唔係單一一個軟件，而係一個組合拳。首先，我哋需要一個大腦去指揮成個流程，呢度就會用到 N8N。N8N 係一個好強大嘅自動化流程工具，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可視化嘅程式編寫界面。以往你可能要用複雜嘅代碼去連結唔同嘅 API 同服務，而家靠拖拖拉拉啲節點就可以設定好成個工作流程。例如定時去觸發，將一個服務嘅輸出交去下一個服務處理，全部都喺 N8N 裏面設定好。咁個大腦要指揮啲咩呢？就係指揮幾個 AI 演員，亦即係 AI agent。agent 唔係單純一個問答機械人，佢係有目標同執行能力嘅。例如，我哋可以設定一個資料搜集 agent， 佢嘅任務就係根據某個主題，去網上爬取最新嘅新聞、數據或者討論區熱話，然後將呢啲原材料交俾第二個劇本創作 agent。呢個 agent 就會根據你設定嘅頻道風格，例如係輕鬆搞笑定係深度分析，去撰寫影片廣告。佢唔係齋 copy and paste， 而係真係會組織同創作。廣告出咗嚟，跟住到視覺創作部分，呢度就要提到 Money Printer Tuber 呢個開源項目。佢嘅專長就係將一段文字稿自動轉化成一段有配音、有背景音樂、有相關畫面剪接嘅完整影片。佢背後其實都係調用咗一啲 AI 生成影片同 AI 配音嘅服務。你只需要將之前 AI 寫好嘅廣告同埋搜集到嘅圖片或短片素材俾佢，佢就可以自動生成一條似模似樣嘅 YouTube 片。聽落好似好完美，但作為一個報道者，我必須要講返啲批判性嘅觀點。首先，成本問題。雖然工具本身開源，但背後調用嘅 AI 服務，例如高質量嘅影片生成或者高階嘅語言模型，往往需要付費 API 持續生產嘅話，條數唔講得笑。第二，質量把關。AI 生成嘅內容好容易出現事實錯誤或者畫面唔夾嘅情況，全自動流程意味住出錯嘅機會亦會自動放大，你必須要設定複核機制。第三，就係創意同靈魂。當人人都用同一套方法去生成影片，點樣保持你獨特嘅觀點同溫度？呢樣嘢暫時仍然係人類創作者最大嘅價值。總括嚟講，N8N 加 AI agent 再加 Money Printer Tuber 嘅組合，確實將影片製作嘅門檻降到好低，甚至實現咗某程度嘅自動化。佢好適合用嚟生產資訊整合類或者對創意要求唔係極端高嘅內容，但佢唔係魔法，而係一石複雜嘅工具。最終係人駕馭工具，定係被工具牽住鼻走，就取決於你點樣設定同埋點樣加入你自己嘅 human touch。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記得訂閱同留意我哋嘅最新更新。我哋下集再見。